衫的趣味甲神奇，敢有想过生活中是安怎常常出现衫的一组的资讯？政治有三民主义，故事有三只小猪。真侪有名的牌子，嘛是三个字母斗起来的，亲像 IBM、CNN、TD TED。连美国总统 Barack Obama 选举的时阵，嘛是发 "Yes We Can" 三个词。是安怎三这个数字有效？第一，长途进底，阁会使传达充分的资讯。比如讲，运动的牌子 Nike 的口号 "Just Do It" 是三个词。Apple 创办人 Steve Jobs 伫发表产品简报内底。逐张投影片拢控制伫三个资讯以内。若对摄影有兴趣的人，拍面有听过画面爱分三份，即种画面处理的方式。第二，讲代志若是分三段，记较会牢。若准描述一件代志，分做头、尾、甲中三个段落，毋但会讲甲较完整。嘛，互人印象较深、较好记。第三，符合人的惯性思考。想看觅咧，伫生活中咱用会着的，真侪拢甲衫有关系。比如，咱要开始一件代志进前，会算一、两、三。册项顶是青、黄、红三色。比赛结果。考试着顶，嘛是算前三名。所以，就惯性的角度来看，人脑尽管是吸收三个物件组合起来的资讯，这就是三的法则有效的三个原因。亲像拄则，嘛是用三个重点来说明的哦。安怎运用三的法则伫生活当中？三的法则。真适合用伫设定目标甲执行。只要利用3-3-3的原则，三个核心目标，逐礼拜至少3摆，逐摆投入至少30分钟的时间。以下用设定2018新年目标来激励。第一个三，一年三个核心目标。拍拼实现这三个目标是这一年优先的代志。核心目标会包括其他的小目标，比如讲，今年想要运动变健康。小目标会包括定期运动、食食计划、运动知识等等需要完成。小目标无一定爱偌济，也是偌有咯。只要是甲核心目标有关系的代志，就会使。第二个三，一礼拜做3摆，逐礼拜爱运动上无3摆。若是想要做超过3摆，敢会使？当然无问题。只是建议规划的时阵，先确认做会到3摆就会使。尤其目标是学习新的技术，也是语言。一来避免冲了伤紧，二来嘛会当保持对学习的热情甲兴趣。其实一礼拜3摆，一年等于做156届，三个核心目标就是468届，已经袂少咯。第三个三，一摆做30分钟。比如讲，逐摆运动爱30分钟，练语言、听、讲、读、写30分钟。是安怎是30分钟呢？因为30分钟大约是大人人脑维持专心程度上久的时间。若是超过，毋但无法度专心，学习的效果嘛会降低。另外，
即卖的时代要定定找人芳，定出完整的时间较困难，所以按半点钟执行甲目标有关系的代志是较拄好的。对大目标到小目标，甲爱完成的代志拆做较细的项目，一步一步来做。上重要的，毋是有达成无，是过程中敢有一直不断咧执行，有学习到物件，互家己愈来愈进步。利用3-3-3的原则，互咱的生活更较充实、更较精彩。